号访问的是民进党提名嘅基隆市长常胜人林右昌参选人，您好。你好，客家乡亲，大家好。您其实是基隆土生土长的在地人，那基隆将近1成的客家乡亲，在你小时候有记忆的连结吗？那到现在有没有改变这个客家基隆的印象？我的印象里面，其实基隆的客家乡亲其实它分布的比较散，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其实比较少说有特别的客家的意象，不像说基隆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它有眷村，那就很多的外省籍的这个伯伯啦、阿姨啊、姥姥他们住在一起。那客家的乡亲其实因为分布也比较散，所以这个文化就是说群聚的那种氛围。其实比较不明显一点。现在基隆市政府也有客家事务委员会，它不是正式的任务编组。那其实每年经费也不多，可能就大概100万这样。那当然，客家乡亲的比例不多，你说要花很多的精力、跟时间、跟经费去经营，好像也不是很合理。但是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编组，然后有这样的经费，未来如果您当选市长，您对基隆客家在地的文化的经营有什么想法？我想其实倒不一定说是用人数的多少，来去决定说我们关注的这个一些力道，而是说应该站在一个关心文化跟关心这个群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然后怎么样给予一些协助跟这个真正他们所需要的，然后给予一些资源。但是基隆市长期以来很可惜的是，因为预算的年年都打8折，那一直打8折的结果就是说，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连要办一个像样的一个活动都很难来举办。那所以也让很多的客家的乡亲认为说他们好像没有受到一个重视。那我想关键还是说在预算跟在资源上面。那至少如果右昌有机会当选基隆市的市长，至少我不会让这个预算再继续的每年打8折。那更希望说能够逐年的把它恢复到过去的一个水准。我想这是对我们客家族群的乡亲的一个诚意，跟我们重视客家文化的一个态度。刚刚您提到就是您上一届的县长，然后立委，其实您都已经有参选，然后其实您的得票数都已经是超过预期的，而且1年比1年还多。那这一次又加上国民党是分裂的状况，其实还蛮多人觉得您其实唾手可得。您怎么看您的选情？我想现在从各方各媒体还有各方的一个民调上看来，当然我们领先的幅度是还蛮大的，但是这个不是因为对方竞争对手的一个分裂。因为其实我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已经耕耘努力了6年多的一个时间。那我个人的一种态度，就是做给大家看，然后用行动来取代我们讲很多这个浮华或者好听的一些话。所以其实基隆的市民虽然传统上过去是蓝大于绿的一个地方，但是大家会听其言观其行，会去观察右昌在过去所一直以来的一言一行。那慢慢的大家会因为了解，然后而信任而最后能够支持。所以这一次从去年底我还没有正式提名之前，其实我的民调就 TVBS 做的民调，我就赢黄议长1个百分点。那听起来1个百分点好像很少，可是在以前的话，我大概都要先输个15个百分点所以那个时候1个百分点，然后后来到今年年初3个百分点，后来到5个百分点，那一直到黄议长发生这些状况之前，大概我的民调赢到7.5个百分点。所以如果用传统过去所谓的蓝绿的一个板块来看待基隆的选举的话，我相信会看不清楚基隆这一次的选情的状况。因为基隆在过去是一个最繁荣、最进步、最美丽的城市，但是在国民党长期执政之后，却变成一个吊车尾，然后最不快乐、最不幸福
这个失业率最高的一个城市，所以基隆人现在其实已经不分党派，大家其实只有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基隆能够改变，希望基隆能够摆脱现在的不光荣，希望基隆能够恢复像过去40-50年前那种荣景，然后跟那种光荣感跟骄傲感。这次很多人说，其实是民进党10几年来，就是李进勇前市长以来，可能民进党最接近基隆市长的一次。那如果说您真的当选了基隆市长，整个基隆市来说，您最希望怎么样去说改造吗？或者是您要打造基隆市成为什么样的城市？基隆的未来就是应该要变成是一个小而美、小而精致的一个城市，变成一个人文之都、艺术之城。因为基隆地方小，基隆地方小，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比大，我们只能跟人家比深度、比精致。那基隆有一个好的一个条件，是因为我们位在全台湾最富庶的一个区域，全台湾有2/3以上的财富是集中在北部区域，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基隆，其实是全台湾最富庶的一个城市。那更不用讲，基隆是一个港都，那我们应该以这个大的都会作为我们的一个依靠，然后发展这个港都城市的一个优势。那特别是像这样一种都市的形态，在国外的话，一定是生活水准最好、环境最美、观光服务业各行各业最发达的一个地方，绝对没有像基隆这样子吊卡位的事情。您觉得最主要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基隆不是我们看到国外想象的？其实我刚刚讲就是说领导人，很多人问我说基隆要从哪里改变？我说很简单，从市长开始改变。那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基隆，其实嘴巴都讲都更，但是其实并没有去建立它的机制跟条件，所以当然什么东西都推不动。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说，你必须观念先改变，然后拟定计划、拟定策略跟方法，你才有办法推动执行，不然都只是空口讲白话，讲太多的政见。